大家好，今日廚師介紹做豉汁蒸排骨，大約240個 gram 豬力扒肉，洗乾淨，抹乾佢。佢啲肥嘅地方咧就要切下佢去。而家將佢切到大約好似個手指公細啲，皮都係咁樣做。2粒蒜頭去咗啲皮，切咗個丁，切粒。另外嗰個都係咁樣做，2條青葱白，2條青葱綠，切粒。其都係咁樣做，一個細嘅紅辣椒，切片。2湯羹豆豉，洗乾淨。攞7粒出嚟，剩低嗰啲揾把刀切碎佢。擺落一個碗裏邊，用支木棍擺埋個7粒添，用支木棍吹爛佢。中大火落2湯羹油，擺嗰啲蒜粒落去，炒佢1分鐘。而家1分鐘後，放入嗰啲青葱白粒，又係炒1分鐘。而家1分鐘後，較細啲嘅火，擺入嗰啲豆豉落去，炒佢又1分鐘。而家1分鐘後，熄咗個火，擺嗰啲紅椒片入去，喺個熱嘅爐上邊炒佢1分鐘，跟住離開個火，等佢攤凍。1湯羹紹興酒，1茶羹半蠔油。1/3茶羹糖，少許鹽，半茶羹生抽，1/3茶羹老抽，3/4茶羹雞粉，撈勻佢。而家放入1茶羹半豆粉，撈勻。1茶羹水，撈勻佢。而家撈勻咗之後，冚住個蓋，擺雪櫃30分鐘。而家30分鐘後，喺雪櫃攞翻嗰啲肉粒出嚟，將已經攤凍咗嘅豆豉料擺入去，揾筷子撈勻佢，擺入2/3茶羹豆粉，撈勻佢。冚翻個蓋，又擺喺雪櫃嗰度醃佢1個鐘頭。而家1小時後，喺雪櫃攞嗰啲肉出嚟，擺入
1茶羹半油撈勻佢。飲茶用擺落個中國細碟嗰度，擺幾粒肉，拱開下去揾筷子，揾張錫紙另嗰邊冚住個肉，擺落蒸籠。喺屋企自己食就揾個鐵碟，將啲肉擺落去，又係咁樣揾對筷子嚟拱開啲肉，等佢唔好黐埋一齊，容易熟。又係揾一張錫紙，另嗰邊冚住佢。水滾大火蒸9分鐘，要放架呢個都係，又係蒸9分鐘大火。而家9分鐘後熄火，喺個熱爐上邊焗佢3分鐘。大家火力唔同，請留意肉要熟。揼少許青葱喺上高，揾對筷子撈撈佢。豉汁蒸排骨已經做好咗啦，好多謝你哋收睇，希望你鍾意食，下次再見啦〜